咱的7月暝。一滴点点香香气，月亮刚刚照地地，大树的风微微，听着小声的吟诗，上帝心事的平安眠。也好我是我的上位，我可以想拢，伊拢免惊啥物，虽拄着风台天，伊甲我心有平静，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我过心所路也无惊灾害，伊会教我伫地，因为人为我有稳定甲滋味，当我三做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这是间奏的地方哈。好，继续下去，对不对？哦，好。太矮了。好，在那个副歌后面那个在，我归心再一遍，就是后面的时候是1遍半，就是副歌再一次，最后结束的时候。好，这边再练一下副歌。我过生因所过，也毋惊灾害。伊会教我伫地，因为爱为我有稳定甲滋味，当我三做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有平安对我一世人。再一遍好了，就是后面那个我可能会有平安对我一世人2遍这样子，可以吗？我会再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2遍，后面的扣打接2遍，后面可以。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有平安对我一世人。好，请咱安静心来静礼拜，就是这样，可以哈？可以吗？就是后面对。先奏完之后，从头到这里，然后再副歌一次。所以就是后面是1遍半。好，谢谢啦。
弟兄兄姐，大家平安。真欢喜，咱搁主持地上会上帝圣殿，请咱检查咱的手机者，会当尽量关机或者是咱调做震动互咱伫礼拜中会当保持迄个安静。这是咱要开始咱的礼拜，咱三甲阿头来祈祷。听堂主，阮感谢你，互阮来到你的面前，互阮进入你的殿院。这是求你找见圣神降临在阮的中间，进入阮的心，互阮通恬静敬拜，互阮通进入主你的听堂的中间。求你的话语深深刻伫阮的心中，互阮在生活上的时，会当听别人亲像家己。主啊，恳求你，互阮会行踏，下伫主你的教示，下伫主你的旨意。互阮的服侍伫主你的面前，得你的欢喜。祈祷奉主所求圣名求，阿门。平安。好，即马咱来串联今仔日要唱的圣诗吼，的诗歌，新圣诗238首。新信息238首，即摆咱来请诗经团吼，咱来念第1节到第4节的歌词。请我主上帝至悬至大，听我恳求的声，伊耳耳空欢喜听我要求伊名。主手事我恩典真多，我要捧起救阮的杯，愿你欢喜干那第3节。我做奴仆是小弟你，你有偷放我做。主看所听囝儿的死，实在最宝贝第4节。我要伫世间人面前对主写我的愿，伫你圣城耶路撒冷，互老主到永远。好，咱即马对第1节唱到第4节。我主上帝至悬至大，听我恳求的声，伊爱伊通听伊听我，我要求叫伊名。主受事我恩典真多，我着怎样无得？我要捧起救阮的杯，愿你欢喜干那。第3节。我做奴仆是小弟你，你有偷放我做。主看所听囝儿的心，实在做真宝贝。我要伫世间人面前对主写我的愿，伫你圣城耶路撒冷，互老主到永远。好，咱即马过来串联第2首，新信息274首，新信息274首，好，共款吼，请诗经团，咱即马第1节甲第3节，请姊妹来念，第2节甲第4节，请兄弟来念，好，来，请姊妹。今日是主设立做圣，我着遵守来得安宁。求主今日点我心内，除我黑暗，互我光明。兄弟，请。
今日上帝小事圣神，亲像黑暗对天降临。求主今日感动我心，旨意祈祷听主福音。好啊，第30第一普表吼，黑羊吼，这边念的，跟我平常练的，平常我们都会念灰羊吼，啊圣心内面吼，这要念黑羊吼，多谢大家，吼，所以爱注意一下吼，吼啊，咱即马个对头到尾来唱一摆。今日是主生日最盛，我着遵守来的安宁，求主今日中我心内，拄我暗好我光明。今日求主出无过去，卡也应付求人出世。求主今日予我的心，脱离罪恶，跟我相离。今日上帝小事圣心，亲像黑暗对天降临。求主今日感动我心，旨意祈祷听主福音。世就落苦打拢放你，今日是主稳定相属，我心情我奉献予你。这个月啊，开始进入农历7月，伫台湾各所在，有足侪人吼，7月爱拜鬼的迷信，吼，影响产生足侪惊吓甲无平安。感谢上帝，互咱会当我靠伊，信靠伊，就会得到真正的平安。啊，咱即马来唱平安的7月暝。也是地顶上相思，月亮光光照溪边，大树的风微微，听着树山的吟诗。上帝小水平安暝，也予我是我的安慰。我靠伊拢免惊啥物，虽拄着风台天，伊予我心有平静，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我过是因山高也无惊灾害，伊会甲我伫地，永远安慰我，有稳定甲慈爱，当我三做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耶利米书29章11节，也互我讲。我知我对恁所存的意思，是守事平安的意思，毋是降灾的。我要互恁袂紧有毋茫。咱搁来唱一摆。
起地里的相信，为了刚刚就起笔，大树的风微微，听着树山的音事，上帝小水变绵绵，耶和华是我的安慰，我可以拢免惊啥物。虽拄着风台天，伊予我心有平静，将平安放伫我的内心。我过世的山谷也无惊灾害，伊会甲我伫地，因为人为我有稳定甲慈爱，当我三做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我过死因山谷，我过死因山谷也无惊灾害，伊会甲我伫地，因为人为我有稳定甲慈爱，当我三做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有平安对我一世人。请咱安静心来进入礼拜。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一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荣光，祈求伊的指示。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274首，今日是主设立做成。圣诗第274首。今日是主设立做成，我着遵守来得安宁。求主今日踮我心内，除我黑暗，互我光明。请大家起立吟全首。主
做伙用主所教示咱的主祷文来祈祷，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即时，请咱做伙来启用。咱所要启用的是启用文第14篇，也就是诗篇第46篇。启用文第14篇，咱做伙来启用。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溃力。虽然地大变动，海水加涌哗哗吼，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的城欢喜。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列邦哗哗吼，列国动摇。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来看上主的所做。伊压一间站长枪，放火烧战车。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引带阮众人来到你的圣殿，伫主所定安息的日子，互调阮自集做伙。主，你是天地的主，万项好事好物的源头。阮为着你的疼，所想事逐项的恩惠来感谢你；为着你日日所想事的平安福气来感谢你。总是其中，阮上感谢的，就是你想事你的独生圣囝，阮的救主耶稣基督。伊伫地上正完全的义，受难、受死，用光国外就天，伫你的正边做中保，掌权统世间。为着这所有的一切，阮深深感谢。主啊，天父的疼是遐尔啊大，阮伫你的面前，阮要来承认，告白阮的本性是充满罪恶，常常得罪你，袂记得你的疼，离开你的道路，浪费你的恩赐。主啊，求你伫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疼，赦免阮的罪，教示阮，互阮知影阮的歹，洗清阮的过失。至圣阁疼痛的爸，求你，互你的恩惠入伫阮的心，找见圣神伫教会，也阁有阮的心内，互阮对安尼会当知影，伫咧你的光来行正路。求你用你的疼充满阮，互阮会当献阮家己的身躯做活祭，一世人伫咧你的面前，用圣洁甲公义来服侍你。结记慈悲的上帝，你通过历代的圣徒教示阮，着替众人来祈祷恳求。所以，阮为着你圣搁公堂的教会来祈祷，求你，互阮的教会伫咧你的面前，加天敬虔，也搁有信心来群对主。通过主你的话，建造伫教会，互阮所有的肢体成长，通好承接主你伫即世间对阮每一个人的心意，也搁有对教会的指示，就是互万国拢知影你的救恩。
即马通过礼拜，阮要安静，阮要来专心找求主你的恩带，恳求信心充满阮，互阮阳光被你的圣尊名。愿主你甲阮同在，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圣尊名求，阿免。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是记载伫个圣经《使徒行传》18章24节到28节。《使徒行传》18章24节，现着我来读。有一个犹太人名阿波罗到以弗所，伊出世伫亚历山大，受大学问，伫圣经也不止话。伊捌学习主的路，热心将耶稣的事详细讲来教示人。只有在约翰的洗礼那定，伊伫会堂好胆来讲，别基拉、阿古拉听见，就带伊来，对伊摆列上帝的路较详细。阿波罗爱去阿该亚的时，兄弟劝勉伊，搁寄批请学生接纳伊。已经到，就对文典来大大帮赞遐个信徒，因为伊伫众人的面前出来辩倒犹太人，因圣经指明耶稣是基督。读圣经到伫遮，即时请圣歌队来献诗，因今仔日所要献的诗是我知一切安排。献诗煞，请科牧师来为咱讲道。科牧师今仔日题目是正确的消息。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伫你的面前，愿献上感谢。搁一届，愿自责，愿来领受对你下来恩典。愿伫自责的中间，恳求信心的引带，帮助阮会当明白你的话语，帮助阮来领受对你下来恩典听堂。互阮伫礼拜中，愿甲你相拄，愿主找见信心运行伫阮中间，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正确的消息对咱来讲拢真重要，特别咱看到伫台湾现主时，咱基督教的教派真多，每一个教派对圣经的解说。每一个教派对迄个重点、焦点拢无共款，因为无共款的论述，然后因有形成家己即个宗派真特别的特色。无论安怎，咱看到伫台湾基督教的发展是真多元的。无论咱用倒一个角度来看的时阵，其实咱伫基督教的信仰内面。迄个中心核心应该是共款的。对信仰来讲，信仰的论述本来就无容易。人会因为接受了遐信息会无共款，有诶讲会明，有诶讲无清楚。总是咱对信息的理解能力嘛无相像。那呢，咱对信仰的认知就迄个距离。那呢，咱要安怎才有法度真正去传达迄个真正的信息，互人知呢？咱若对历史的角度来看，伫新约的一开始，一般的百姓是无法度直接读上帝的话语，因在透过真专职或者的神职的人员，因才有法度去听到上帝话语的解说。总是若传讲的无完全，就互听到的人。因无法度真实去体验到上帝恩典。伫现今的社会，咱拢讲爱公开透明，为着是要互众人拢会当明白整个事件的即个发展，也是会当理解到、了解事件的真相。不过，咱真遗憾的是，真正咧传达信息的人。因所传达的，敢是全部？因所传达的是因经过，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呢？那呢，对咱每一个咧领受这个信息的人来讲，咱就无法度真正去完全知影咱眼前的这个消息是真的也是假的。所以，咱需要对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有智慧，互咱会当来分别。咱所听到、所看到信息的真甲假，使徒行传咱即摆读到18章，咱若对头前来看，对15章开始，咧开始记录着保罗的第2段的宣教的旅程。16章是保罗领受着马其顿的呼召，对亚洲进入到欧洲的中间，伊伫菲律宾建立了第1间的教会。后来继续沿着海边咧行，去到帖撒罗尼迦、庇提尼来传讲上帝的话语。17章咱顶礼拜所读的，是保罗上尾伊伫雅典希腊人来传讲，因为伫希腊人的中间，伊还有一位也未明白的神。保罗照着这个也未明白的神，来讲述上帝。咧讲述耶稣基督的道，迄个中间有人信，也有人无相信。对17章了后，保罗的旅程继续向前行，伊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哥林多是伫雅典的西边一个无远的一个海口的城市，伫遐嘛是希腊的政治甲经济商业的中心之一。伊互人知，毋是迄个好诶。伊互人知出名诶是，因为伊用邪恶甲道德败坏来出名。所以保罗
拄啊到哥林多的时阵，伊拄着阿基拉甲巴基拉因翁仔某。咱看到圣经描写讲，因翁仔某的职业拄好嘛是咧制作迄个布片的人。那安尼来看，保罗伊就开始甲因做伙。阿基拉伊出世伫本都，大约是伫即马乌海的南边的海岸的山区。因为皇帝克劳狄伊命令所有的犹太人爱离开罗马，所以阿古拉伊才来到哥林多这个城市。咱若对史料来看，伫历史的中间，这个历史学家推多纽伊捌提到讲伫罗马皇帝大约伫主后第1世纪的时阵，伊在位的第9年所发生的这件，爱命令犹太人离开罗马的这个事件。伊离开，有可能是爱因离开了后，这中间有一个动乱。这个动乱伫历史顶面记载着基列士都，有可能就是基督，嘛有可能毋是，因有侪讨论无定论。因此，咱无法度确定是当时的罗马所发生的这个动乱，特别伫犹太人的群体中间呢，是毋是甲基督的信仰有关系？总是无论如何，阿古拉甲巴基拉因来到哥林多进前，因就有可能是基督的信徒啊。所以伫罗马书第28章15节内面有表示讲，福音伫保罗去到罗马的进前，已经传到哥林多。所以伫即个所在，咱通看到，迄阵的基列士都有可能就是咧讲基督的代志。保罗伫哥林多，伊伫每一个安息日，伊拢到会堂内面去甲人辩论。保罗是用伊过去的做法，先对犹太人的内面来传扬福音的信息，然后再甲四周围的希腊人来讲耶稣基督。所以咱看到经文记载，保罗一个人伫哥林多，但是伊的同工西拉甲提摩太，就对马其顿来到哥林多甲伊会合。保罗真用心，伊专心伫哥林多宣扬犹太人来证明宣讲耶稣是基督。所以保罗用济话以及圣经的解说来向犹太人来说明。但是说明无遐顺利，因为侪犹太人拢真抗拒，因无法度接受保罗所讲的，因反对保罗所讲的，而且佫诋毁保罗这个人，毋但是无信任基督，嘛无相信保罗。所以保罗这时伊就将身躯顶的这个衫顶面的遮的涂粉一焊掉。来向拒绝伊的人来表明，因彼此中间对这个时刻拢无关系啊。伫哥林多的犹太人，因拒绝上帝的受膏者耶稣，因拒绝了后，会因为安尼惊灭亡的代志。保罗咧指出，因爱为家己来负责。所以伫这件代志顶面，保罗讲：我对恁无要接受这件代志。我无任何的罪伫我的身躯顶。伫哥林多是一个充满邪恶以及败坏的道德的所在，所以保罗嘛为着伫这个城市咧生活犹太人咧烦恼，因为即阵上帝的选民亚伯拉罕的子孙已经互这个罪恶所引诱，离开了上帝，所以保罗伊真忧心、真担忧。伊就用尽伊的心力，想要互犹太人会当真正明白上帝拯救的恩典。所以，伊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伊讲上帝已经透过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保罗一再咧说明，因为透过耶稣基督，会当互人离开罪恶，归向上帝。但是，这犹太人无要听。伊拢无要听，
所以保罗伊已经决定啊，伊就继续甲犹太人讲对打了后，我要去外邦人迄个所在。保罗是看到即阵犹太人无法度领受到救赎的恩典，伊就转往外邦人去传扬福音的信息。所以保罗离开犹太人了后，伊搬离开犹太人基督徒即个阿古拉的厝，去住伫一位敬畏上帝、是参与伫犹太会堂的外邦人，伊的名叫做提多犹士多。伫伊的厝里，圣经特别描写讲，伊的厝落伫犹太人的会堂的边仔尔。这咧佫说明一件代志，就是一方面显示这位提多犹士多，伊应该是透过保罗的宣讲，伊相信了耶稣是基督。另外一方面，嘛应该是保罗决定转往外邦人来宣告有关，会当照着这位提多犹士多，伊伫哥林多的人面，保罗会当接受更较侪外邦人。所以咱看到保罗伊的宣告已经做一个调整啊。会堂的主管甲厝内底人，以及侪哥林多的人，拢已经听到保罗所宣讲的信息，拢相信耶稣是基督，而且接受洗礼。哥林多这个城市，伫保罗的宣讲耶稣是基督的信息的下骹，在宣讲救赎的消息的下面，保罗敢有法度真正去转化哥林多这个城市咧？会当互这个城市真做是一个适合人所住的城市吗？顶一阵啊，差不多6月底，我看到一份杂志，伊咧讲全球伫2024年，全球有倒几个城市上适合人咧住？因根据经济学人的资讯社叫做 EIU， 伊针对全世界173个城市，伊照着5种的评分的项目，就是这个城市是毋是一个稳定度、伊的健康的照顾、伊的文化甲环境、伊的教育以及伊的基础的建设来评比。伊选出了全球第头前10名的这个城市，讲这10个城市是伫173个城市内面上适合人所住的。那呢，大家敢有看过这个消息？恁敢知影台湾有倒几个城市有排名是伫较头前的无？台北、台中、高雄。是伫这170个城市内面排名是算较头前的。台北是第66名，高雄是72名，台中是74名。这3个城市就是咱所徛起的城市，咱伫台湾的这3个城市，其实伫健康照顾的内面得到较高分。无论安怎，有好会当住的城市。伊嘛会评比迄种无适合人所住的城市，其中上主要拢分布伫中东甲非洲的北部。伫遐个城市其实拢有战争的影响，伫遐个城市因的真侪的建设拢无够。无论安怎，这是 EIU 因所做的评分。咱若是将这评分佮加入其他的项目。比如讲，自由、犯罪、宗教、经济等等的议题，伫这中间，有可能适合人所徛起的这个城市的排名，就有一寡变化。咱所生活的城市台北，伫 EIU 的评分内面是第66名，照安尼看是算排名伫头前。但是咱敢有去看到？伫某一个层面的顶面，伫哥林多教会因所拄到的情景，嘛真实展现伫咱的生活的中间。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其实嘛伫咱的四周围咧发生。
但是有某一个层面，咱可能比哥林多教会的迄个面相会更较好。总是咱爱真警醒，看起来敢若是真安全，看起来是敢若真平安。因为侪网络顶面的 YouTube， 伊来到台湾，伊讲台北实在是足好徛起的，台北是足安全的。台北我伫半暝12点、1点、2点出去，拢真安全，无啥物问题。总是伫即种平安、安全的生活的形态内面，罪恶、邪恶，是毋是都藏伫迄个真细微细的中间呢？伫即个中间不知不觉引诱咱陷落伫罪恶的内面呢。所以，咱正做一位基督徒，咱是毋是想要传达基督救赎的信息的时阵，伫即种的环境的内面，咱敢会做真侪代志，总是无迄个果效。咱是毋是咧做的时阵会受到攻击？虽然即摆资讯真发达，做的信息，咱会当伫网络顶面，咱会当摕到遮的资料。那呢，当咱咧面对遮的资讯的来源的时阵，咱要安怎来分别伊是正确的呢？当保罗到哥林多的时阵，伊特别伫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4节中间，伊写了一段讲：兄弟姊妹，我早前去到恁迄个所在，并无用什么真华丽的言辞，也是高深的学问，对恁来宣讲上帝的奥秘。因为我提了一个主意，就是当我甲恁做伙时阵，除了耶稣基督伊甲伊死伫十字架顶面的代志，我拢无要讲。保罗讲这段话上重要的是伫第4节后面讲，因此我到恁迄个所在的时阵，我实在真软弱，我阁惊吓，阁着惊，因为我所讲的道理，我所传的福音，毋是用迄种真委婉的言辞，是我靠着信心的大权大能来证实耶稣是基督的。所以保罗伊咧面对哥林多即个地区、即个城市的时阵，伊心内其实有惊吓，总是主为着要鼓励保罗，而且要坚固伊伫哥林多继续工作，伊就亲身伫异象的中间来勉励保罗。这个异象真重要，这个异象主安尼咧讲，你毋免惊。你只要讲就好，你毋免惊，你只要讲，毋通安静恬恬无讲话。有我甲你同在，无人会当伤害你。而且伫即个城市的内面，有侪我的子民，我的百姓。主上帝照着即个异象，所要传达的信息，是咧表达，当犹太人咧拒绝福音的时阵。这件代志，毋是保罗你伫传福音的代志顶面失败，还是因为伫哥林多这个城市的内面，上帝工作也未完成。所以咱看到圣经咧记载，保罗因为这个异象，伊停留伫哥林多1年6个月的时间。所以伫停留这段时间的内面，保罗亲像伫其他的所在共款。伊咧传扬基督救赎的信息，伊犹原受到犹太人的攻击，所以犹太人就到总督迄个所在咧控告保罗。控告保罗的是伊无照着犹太的律法来敬拜上帝，因为罗马因的法律是承认犹太宗教的合法性。所以犹太人本地就要指控保罗讲，你违反着犹太的律法，这个是犹太人咧指控的。但是伫上帝的保护的内面，保罗伊无需要为家己来辩解。这个控告的案件，就伫总督加流的下面，就甲挡落来。因为总督
伊无想要管犹太人因中间即种信仰的争论。保罗伫哥林多的工作告一个段落，所以巴基拉甲阿基拉因就一做伙去到以弗所迄个所在。伫迄个所在，因继续咧传扬上帝的话。但是伫这个过程中，咱看到圣经记载，当因经过哥林多的一个海港，经过里这个所在，作者路加特别补充讲，保罗因为下过弯，就伫这个所在剪头毛。剪头毛代表犹太人上帝一个下弯。行完的动作，这个风俗，这个习俗是对旧约时阵，这个拿西尔人，因为这种的人，因伫自细汉就奉献给上帝，因伫生活顶面有真侪禁戒，其中的一条就是袂当剪头毛。所以伫保罗迄个时代，这种已经成做犹太人的一个习惯啊。当因得到拯救。当因脱离迄个真危险的困境了后，常常要为着即个行愿，因来用加头毛、剃头毛的方式来完成。所以伫这所在，保罗有可能是为着要感谢上帝伫哥林多的保护，以加头毛来行愿的。保罗伊伫以弗所。伊继续进入到犹太人的会堂，为上帝做见证。伊伫迄个以弗所停留真短的时间，伊就起身去到耶路撒冷，然后转去到叙利亚的安提阿。伫迄个时阵，伊有安尼讲若上帝允准，我要搁转来恁即个所在。所以保罗第三届宣教的时阵，伊就转去到以弗所住了3年。路加写到这个所在，特别提到一个人叫阿波罗。伊讲阿波罗这个人是真有学问的，伊有口才，伊是一个传讲上帝道理的人，而且伊是一个护教者，维护基督信仰的人。但是伊伫保罗离开了后，才来到以弗所。这个人圣经来中间的描写是。伊心内真火热，伊真放胆勇敢咧传讲上帝道理。所以当伊咧传讲伊所载食的信息的时阵，阿基拉因翁仔某接待伊，将上帝道理详细甲伊讲，互伊所传的救恩会当更较完整。所以咱若用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阿波罗。伊受教的心，伊有即个心，想要领受上帝的话语。即个阿波罗，伊嘛有辩论的口才，伊嘛有教示人的即个文术，所以上帝大大使用伊。这位出生伫亚历山大的阿波罗，伊应该是伫哥林多前书中间提到的阿波罗。保罗将伊看作是同工。嘛有可能是伫提多书内面所提到的迄位阿波罗，伊对圣经有真丰富的知识，伊伫主所指示的道路顶面已经接受过真完整的训练。但会当安尼来看，会当安尼来解说讲，有可能是伫伊的厝、伊的厝的迄个家乡的时阵，伊就已经接受了有关。耶稣是基督的教导，咱无法度安怎确定伊是怎样咧传讲耶稣的代志，伊是怎样详细咧教别人。但是咱看到圣经咧记载讲，伊敢若知影行洗礼约翰的代志，伊无讲其他的部分。我咧想，这有可能是伊所知的部分，就是。照着耶稣过活了后，伫当时所流传的某一个版本的教导，这个教导无包括完整的信息。所讲的完整的信息，就是咱伫《使徒行传》第1章第5节，
约翰用水洗礼了后，恁爱伫几工了后接受信心的洗礼。这个无完整的信息，可能嘛欠了着伫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内面讲的，恁爱去，互万国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爸囝信心的名，甲因行洗礼。无包括这两段，是因为阿波罗伊敢若知影约翰的洗礼，伊漏交掉这个信心的洗礼。另外，伊阁欠缺了一项，就是加入教会这部分是真有这个必要性的。虽然阿波罗伊敢若会当宣讲到耶稣的句话，显明耶稣是基督，伊敢若会当讲到约翰行洗礼，约翰的悔改的洗礼信息，总是无影响到阿波罗伊想要宣讲耶稣基督的这个心志。咱嘛当安尼来用，嘛得来安尼来看。阿波罗伊可能伊家己嘛无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接受洗礼，所以阿基拉因翁仔某听见这位真热心的阿波罗所宣讲的，就请伊到厝内底，甲伊讲解了更较详细、更较正确的来说明上帝的道理。所以呢，这个是阿波罗伊无奉主耶稣的名来接受洗礼，我想阿基拉因翁仔某嘛有可能伫些所在，甲伊讲你爱有这个洗礼。照安尼来看，阿波罗原本对耶稣是基督的了解，佮加上阿基拉翁仔某的补充的说明，互阿波罗佮较明白、佮较了解信仰，佮较会当真完整来宣讲上帝通过耶稣所带来救恩。所以咱看到圣经上尾咧描写伫18章上尾。描写到阿波罗到阿盖亚的所在，互当地因为受到恩典信耶稣基督的人，伊有大大的帮助。因为阿波罗伊有对信心来的开力，伊有属灵的能力，伊根据圣经来证明耶稣是基督。各位兄弟姊妹，根据圣经是非常的重要。咱今仔日咱要甲人宣讲耶稣基督，咱拢爱照着圣经的内容，咱才有法度真完整来说明上帝、说明耶稣、说明圣神。所以，当今仔日有人想要认捌信仰，有人想要接受洗礼，咱透过教会所开设的洗礼前的课程，要帮助对方对信仰有初步的了解，以及才会明白，但是安尼无够，佮爱通过伫教会的生活，因才我都真实来领受到上帝的话语，互家己毋是干那有初步的了解尔，是互家己会当佮较深入来体验上帝的恩。阿波罗虽然对信仰的认捌，拄开始毋是真完整，但是伊真勇敢咧宣讲家己所知影的基督。虽然正确甲完整的信息会当帮助人做出上好的决定，但是当咱还未真正领受到咱所明白的完全的部分，咱也毋知影什么是完全的时阵，咱愿意将咱所领受到的对上帝来的听，对耶稣基督的救赎，对信心的安慰。你愿意甲人分享的时阵，那呢？牧师相信，当你愿意的时阵，无论你所认为的我分享的完整也是无完整，伫迄个时刻，你就已经甲上帝同工啊！我相信对你所讲的，会互对方得到及时的帮助，会互对方明白你所相信的上帝。那呢？咱就爱毋免惊吓，将你所明白的甲人来分享。你毋免惊吓，你讲的是无完整的，因为信心的帮助咱，透过
咱伫教会中间的生活，透过咱所知影的圣经，互咱所传达的信息袂偏错，互咱所传达的信息，互对方得到真正的帮助。那呢，你愿意开嘴，人来诉说耶稣是基督，也无？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我毋知什么时才是真正完整的。总是阮知，当阮相信你、倚靠你的时阵，你就互阮有一个使命，将阮所领受的甲人做伙来分享。透过伫阮的分享中间，我会当徛起伫即个怪谬的世代，伫即个混乱的世代，互人因为阮所讲的得到真正的帮助。愿主加添气力、能力伫阮众兄弟姊妹身躯顶，互阮伫阮的生活中，阮会当甲人来分享上帝的疼。愿主亲身来引导阮众人，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曙光报告，即马请基甸会咱本会陈胜雄长老来为基甸会做曙光的报告。都可以。感谢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会出现伫遮哈，今仔日为就是咱基甸会啦哈，基甸会的事工来甲咱分享啊，真感谢咱的教会容允我代替代替基甸会来分享，阮的事工吼，阮事工就是上圣经，带人来归主的事工吼。啊，基甸会是咱已经真听过真一遍吼，那所以简单介绍就好。基甸会对1899年成立吼，到呾125年，啊，伫台湾成立基甸会吼。拢总有60个聚会，1956年成立到呾68年吼，才有一册圣经吼，就是《歌罗西书》1章23节。啊，恁长长点伫信，有地基阁坚固，无受摇动来离开福音的仰望。这福音就是恁所捌听见的，阁是传伫天的，拢总受创造的中间。我保罗已经受设立做伊的妻婴。这是《歌罗西书》1章23节啦吼。我用台语顶悬的是国语吼。基甸会，这个就是这个组织就是联合基督，这个就业的基督徒，也是专业的人员，共同来侍奉，彼此代祷团契，扶持，互相勉励，互相激励，互相结连成做一体，用7大属灵的目标，做来建立阮的真做
最见证的人吼，真是读圣经的人吼，祈祷的人，有信心的人，分别罪行的人，有疼心的人，啊，佮诚侪最见证的人，奉献的人吼。啊，今年基甸会的主题就是根基稳固，坚定无煞。好像错了。经上圣经吼，带人归主啦吼，主要目的就是要经上圣经，带人归主。啊，咱遮是属于60支会第8支会吼，台北地区的第8支会。啊，咱属区是文山区啦吼。啊，文山区包括遮就是经上的所在，经上圣经的所在是区内面的学校吼，医疗病院也是诊所、旅馆、监狱军警单位吼，也是有啥物活动的场所来经上圣经吼，这下面的相片就是我去参加这个经上圣经的所在所翕的相片啊。这嘛是这伫病院旅馆，然后监狱、学校演讲做伙演讲。军队的经上圣经，警察警专学校的经上圣经，这拢是伫有诚拄好的机会，阮才会当来做这经上圣经。这个所在可能教会较学日来参与的，阮就是用这个来诚侪阮。经上圣经的所在啦吼，啊，另外嘛有国际的经上圣经吼，才有肯亚阿根廷对顶面落来呢，肯亚、阿根廷、乌干达，还有巴西，这几个国家，毋是做一摆上圣经啦，是安排这个时间啊，伫迄个所在。啊，伫非洲经上圣经的情形非常的好，遐送互遐囡仔吼，囡仔因拢真学得有一本册啦吼，啊送互伊一本册，这本圣经因就真欢喜，全欢喜去读，这安尼就会当达到咱传福音，互遐人的目的啦吼。啊，伫这个得救的见证内面，是第一类，这是阮第8支会蔡坤成吼，伊捌做过第8支会的会长，现任是台北地区的领袖委员伊的经历就是，伊对伫金门做兵的时，伫粪扫桶捡到一本圣经，当伊伫做兵真艰苦啦就是敢若无人通帮衬的时阵，伊摕到这本圣经，伊就真欢喜，家己走去学紧把这个圣经来读，然后来信主，以后诚侪，现在诚侪
资讯界的要员，也是咱基电会重要的这个领袖委员领袖委员。另外一位这嘛是阮捌伫阮第八支会兄弟，伊得救的经验就是伫26岁迄年，伊的太太同学赠送一本圣经，基电会圣经这是第一本的圣经。但是伊到26岁得到圣经，到41岁才受洗啦因为要带两个查某囝，要有较好的品行，所以伊就来带查某囝来到教会，2年后来受洗。伊嘛捌参加伫阮第8支会做基电会员另外一个外国这外国，但是这是中国人严佑轩先生伊得救的见证伊这嘛是正奇妙是粪扫桶捡到的圣经，伊本来是一个同性恋吸毒贩毒真是真无路用的一个人共款但是伊因为这本圣经来得救，去读神学院，到尾诚侪神学院的教授这是真奇妙的事啦这是伊真好的见证。另外一个得救的见证，美国加州这罗伯特·布拉萨牧师伊因为一本基电会的圣经，伊伫互人关甲就是终身监禁的罪犯，伊悔改所以得到讨放到伫圣经学院去读神学，后来诚侪牧师诚侪真好的见证的牧师，这拢是咱会得到圣经的人的见证会当诚侪咱的帮赞所以我伫遮报告是要为着咱教会会当伫基电会遮来邀请咱来为阮来代祷，也为阮奉献，也有兴趣会当来参加基电会赠送圣经的事工啦圣经有这几种啦这本较水啦，红色的字较大字，所以本来即卖的人拢较爱这本，学生是拢较细本的这圣经。嘛欢迎咱来支持奉献。最后我简单做我家己的见证啦我对我参加基电会是对1993年，就是第8支会成立，我就是基电会的会员啦迄阵咱教会有诚侪人拢参加基电会真兴旺嘛这诚侪真好的事工啦但是我迄阵上班长无用所以有当时无参加完全赠送圣经的这个影响但是阮捌伫迄个警校的迄个校庆联游会伫遐因为一个馆长的关系，会当伫遐
设立孝信研约会底下设立一个摊位就是正信井上圣经的摊位，这是真恶劣的一个机会在警专研约会里面来赠送圣经基甸会内面有讲员群讲员群提供给国中、高中学校做会演讲的讲员都是很好的讲员咱这有老师也是校长是会当用这个机会来申请这个基甸会讲员到伫学校去演讲然后阮伫迄个中间来上圣经基中文山区国高中阮基中阮上圣经的时间是6点半到7点半这我有一个机会，就是我8点半才上班，所以会当上完圣经再去上班所以虽然在上班，嘛是会当来做上圣经互学生的机会啦礼拜六会早起时8点半到9点半安排伫木沙动物园的门口捷运站出口遐经上圣经另外一个真好的机会就是，当阮伫世新大学咧经上圣经的时，拄着一个教授伊讲伊是教通识课程啦伊想要用圣经做伊的教材之阮就提供圣经，互伊去将基甸会圣经提供因请做因读圣经查经佮讨论的机会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啦我伫政大咧上圣经的时候，有美国的学生拄着我讲，伊嘛知影基甸会圣经啦所以就帮我摕几本去讲，伊要去送伊的同学啦另外我佫拄着迄个政大的同学就是张路佳张路佳可能咱捌以前捌伫咱教会服侍伊拄着伊小提琴、钢琴都会所以我伫遐拄着伊真热情，佮我来谈佮甲我的圣经摕几本，讲要去送互因同学啦我讲你前最近拢无来呢？伊讲因为因母会啦台中母会礼拜日爱伊登去服侍啦这是经上圣经有真侪趣味，也是真侪造物真侪真好的见证。好，我今日到这，谢谢。感谢陈长老为基甸会来做见证。好，即是请咱做伙来唱圣诗，圣诗第238首，我主上帝至悬至大。圣诗第238首，我主上帝至悬至大，听我恳求的声，伊暗耳孔欢喜听我，我要求叫伊名。请咱起立金转手。
请坐。即时会长就任少年团契、玛纳团契，请柯牧师来主持。即是请少年团契后一任的会长以及玛纳团契会长，咱来到台前。咱少年团契甲玛纳团契是配合着学生因伫规年度的学期的中间，因伫暑假的时间，因来转化会长的即个职务。所以伫今仔日，咱要特别来为因做设立的即个就任式。所以少年团契以及玛纳团契伫即个时间，爱为因的会长来举行即个就任的式。所以即时，请恁两人注意来听。咱的少年团契的会长是许伯恩，玛纳团契的会长是张信群。所以请恁两人注意来听。许伯恩，你要领受少年团契会长的责任；张信群，你要领受玛纳团契会长的责任。恁有确信，这个是上帝的调明也无？恁两人要接受这个职，恁着挖去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遵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恁敢约要安尼行也无？好，这时要来宣告，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教会、东会小会官兵，设立恁两人正做玛纳团契的会长，以及少年团契的会长，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所做，常常关心伫这项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恩伫伊的名。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即时阮设立玛纳团契以及少年团契会长的职务，愿你的信心甲许伯恩、张信群因两人做伙，互因伫会长的职务顶面会当谨慎正做团契的模范，互因伫团契中间用上帝你的听，用上帝你的恩典，用上帝所赏赐的恩赐。伫团契中间，互因伫即个所有的客友会当同齐领受上帝迄个永远的祝福。愿主赐福伫因，嘛看顾因伫会长的职务以外，因伫学校的功课、人际关系，拢有上帝的同在，互人看出因是上帝的囝儿，是主耶稣基督的学生。愿主帮助因，互因会当归荣光伫上帝。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这是咱有证书吼，来。系啊。好，咱拍鼓啊，共鼓励，嘛邀请咱众人为着这两个团契，常常共关心代祷。伫即礼拜拜二，因两个团契要联合去到南湖教会做一个福音队的团宣的工作。你若有去一楼吼，你当看到迄个咱团契教室大会议室内底足侪物件有无？迄拢因准备的，准备拜二，因就要坐车出发去。所以这是咱牧师要邀请咱众人为着这两个团契伫后礼拜的福音队，咱同心为因来祝福祈祷，来咱同心来为因祝福祈祷。全能的上帝，愿你看顾教会的青年，伫玛纳团契以及少年团契，因伫拜二要出发去到宜兰南方澳迄个所在，要来正做传扬上帝的话语的福音队。愿主看顾因，互因离开目沙即个地区，即个到即个渔港港边的即个所在。愿主你互因伫遐手中所做、喙所讲的，拢是照着圣经的教示来荣耀你的名。
互因所传讲的是耶稣就是基督，互因所传讲的是上帝就是听。因今年的主题是听就是爱分享，愿因领受对上帝遐来分享，上帝遐来听，分享互伫南部地区的遮个囡仔，愿主赐福因，互因出入有平安，看顾因的心心灵拢得到勇健。愿将这个福音对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亲身引带，当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咱个拍鼓啊来鼓励因。好，感谢主。这时我来报告，报告的大声，请咱做伙来看咱今仔的周报第2页，咱的金句，歹势奉献，请咱做伙来奉献。奉献是咱基督徒对上帝遐赏赐来的回应。若是你也毋捌主的道理，请恁用感谢来代替奉献。请坐。好，这时我来报告。伫报告的大声，咱做伙来看周报的第2页下骹今仔日的金句。咱做伙来读金句2遍，请。信就是所仰望的实在，甲被看见的事的标准。希伯来书11章第1节。信就是所仰望的实在，甲被看见的事的标准。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好，咱看第3页的圣经分担，时间的关系，我就无特别报告，请大家家己来看。后礼拜3的查经祈祷会，咱要做伙来查考出埃及记第19章，主理是科牧师，司会是张恩新执事。后礼拜
题目是撒种伫咱的心田。经文是马可福音第4章第1节到第20节。圣诗启应文还有金句，请咱家己来看。主题是巫佩慈牧师。咱就做伙掀开周报第6页教会消息的报告。头一项是耶和礼拜，咱定伫9月15号要前往山脚教会，还佫有关西仙草博物馆。咱进前有伫咧咱教会的先学生，即马是传道黄文瑜传道，还佫有伊的师长林世杰传道，伫咧山脚教会来牧会。咱即边耶和礼拜报名费收费500块，若是要参加的，到1楼后的柜台填写。报名的截止日期是8月25号，爱去填写哦。我嘛还袂报名，我会请阮囝甲阮报名安尼。第2点是咱团契会长的就任，拄则咱有举办少年团契，还佫有囡仔团契，许伯恩弟兄、张信全弟兄的就任。愿主上甲因祝福，嘛请咱兄弟姊妹定定为因来祈祷，祝福因会当荣升益人。第3点，基甸会咱本主任基甸会北巴支会会员本会陈胜雄长老来分享基甸会的事工，感谢主。第4点，洗礼前的信用课程8月11号，本主日下晡1点到2点半伫咧大会室上课，请有报名的爱会记参加。第5点，暑期福音队，拄则牧师有特别讲，咱即礼拜2 8月13号到16号，咱少年团契还佫有囡仔团契，因有暑期的联合福音队，要去南方儿教会，请咱兄姐伫咧即段期间定定为因来代祷，希望主会当赐予咱福音队有智慧、有能力、有恩赐、有稳定，伫咧咱筹备的过程，还佫剩几工，会当一切筹备顺利，用行动来回应耶稣基督的疼，嘛伫咧传扬主的疼的即个过程，愿主会当看顾，互因出入拢会当平安，还佫有对主遐来大大的稳定。第6点，后礼拜主日的礼拜8月18号，要请真理大学校牧巫佩慈牧师来正道，还佫有请安，而且嘛为真理大学管风琴维修费来募款。第7点是咱儿童主日号会组织的通知，咱定伫咧后礼拜1点到2点半，要伫咧地下室准备下一季课程《奇妙真神》咱的教师共备的聚会，中昼会准备中昼准备中昼顿，请咱主日即马有伫咧传讲故事，还佫有各分班的老师备办心来参加。另外就是，你若是有意愿想要搁较了解咱主日学事工的兄弟，拢会当甲咱的校长，也就是我本人来报名参加。第8点是咱儿童主日学升级礼拜，咱定伫咧8月25号早起10点半到12点，咱有主日学的升级礼拜。之前有甲大家报过吼，就是因譬如讲幼稚园升初小、初小升中小、中小升高小、高小就甲少期安尼升级的礼拜，请咱兄姐为咱教会每一个囡仔伫咧人生阶段合适的过程成长，拢有主耶稣的保守引出来关心甲带导。特别请大家注意，就是迄天的11点到12点，伫咧咱教会的总庭有举办耍水的活动，所以若是出入的时阵爱小可较注意的，特别注意平安安尼。咱教会的集体交通，还佫有带导，还佫有洗礼前的信用课程甲教界的消息，请咱家己来看。即是咱做伙来行，今仔日有新的朋友嘿。大家平安吼，咱做伙来欢迎新朋友。第一位是周定凡弟兄，伊是基甸会的人工啦吼，平常时伫台北的灵粮堂聚会，欢迎。第二位是廖长的廖老师的学生吼。廖长有敢要介绍？不用，好，欢迎你们，谢谢。
欢迎新朋友今日过来，嘛欢迎定定过来。咱做伙来行平安礼。这是做伙来吟圣诗第388首，荣光归圣父上帝。今时煞请科牧师来为咱祝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毋忘，信心的同在甲扶持，甲恁众人伫地对一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默祷。今日大祭礼拜到这结束。